今時今日嘅香港，生老病死每一樣都係一門學問，亦都係一門生意。但係如果當一個人走完人生最後一程，連用嚟辦身後事嘅身份證都俾人當成籌碼扣起，咁又係咩玩法呢？我哋今日要講嘅故事主角係一位郭爸爸，佢同一個姓何嘅家庭，雖然冇血緣關係，但係感情深厚到好似一家人咁，相識咗超過60年。何太由細到大都叫郭爸爸做叔，而何太個仔就叫佢做叔公。郭爸爸一直都係獨居，無親無故。隨住年紀越大，身體開始轉差，何太一家就自然成為佢最親近嘅照顧者。今年3月呢，郭爸爸因為肺炎入院，出院之後呢，佢自己都覺得可能照顧唔到自己，就同社工講想入住老人院。何太一家都好尊重郭爸爸嘅意願，覺得咁樣對佢嚟講可能更安全。係於是佢哋經人介紹揾到一間喺筲箕灣嘅私營護老院。當時護老院嘅負責人講到天花龍鳳啦，話以郭爸爸嘅情況，申請綜援有99%可以 cover 到每個月11000蚊嘅院費。何太一家最多都係補貼幾百蚊。何太當時覺得最緊要係郭爸爸有個安樂窩。於是二話不說就以保證人身份簽約，仲即刻俾咗按金加上期，夾埋差唔多25000蚊。3月尾啊，郭爸爸正式入住護老院。本來以為係安享晚年嘅開始，點知竟然係噩夢嘅序幕。住唔夠10日，有一日凌晨5點，何太就收到護老院嘅奪命追魂 call，話郭爸爸跌親，仲要流血不止，要即刻送去急症室。何太趕到醫院，見到郭爸爸個樣，當堂嚇到呆咗。佢話成個頭腫起嚟，眼角爆開，黐住紗布，我爭啲都認唔出係佢。一個老人家點解會跌得咁嚴重？何太個仔即刻打去護老院問過，究竟對方嘅解釋係嗰晚姑娘湊完郭爸爸去廁所，就要去照顧第二個老人家。點知郭爸爸自己想落床，結果就向前仆撞到對面床嘅扶手。護老院仲話呢件事唔關佢哋事，因為佢哋冇可能有人手做到1對1照顧啊！何生聽到呢下真係火都嚟。佢話啦，我哋安排佢入院，唯一嘅原因就係驚佢自己一個喺屋企會跌親。點知入咗院唔夠10日，仲跌得嚴重過自己嘅屋企。咁我送佢入老人院，為乜呢？呢一跌對88歲嘅郭爸爸嚟講係一個致命嘅打擊。佢身體狀況急轉直下，之後又因為肺積水反覆出入醫院，最終喺6月尾不幸離世。人死咗本應入土為安，但係何太一家想幫個爸爸搞身後事，先發現更荒謬嘅事。原來喺後頭，佢哋上護老院想攞翻個爸爸嘅身份證去辦理死亡證，點知護老院嘅負責人竟然同佢哋講，郭爸爸張身份證一路都喺我哋度，你哋要揾咗條數先，我哋先可以俾翻張證你哋。扣起死人嘅身份證嚟追數。何太聽到之後又嬲又傷心，佢哋完全唔明啊，點解一間護老院可以做得出啲咁冇人性嘅事？咁至於條數呢，其實係因為郭爸爸入院之後，身體情況一直唔穩定嘅，申請綜援轉介嘅手續一路拖住，搞到院費一直未穩。但係呢個情況，護老院由頭到尾都係知情嘅。好，即係樣嘢就係咁啦。間護老院咁樣扣起死者張身份證，仲要挾屋企人要揾咗數先。究竟喺法律上佢哋有冇權咁做呢？我哋睇個資料，答案係絕對冇。好，咁首先根據香港法例第177章人事登記條例，任何人都唔可以管有或者保管其他人嘅身份證。咁除非你有合法權限，例如你係執法人員。護老院以追討欠債為理由扣起身份證，已經好大機會觸犯法例。第二，我哋再睇翻監管安老院嘅安老院條例同埋社署發出嘅安老院實務守則入邊，由頭到尾都冇任何條文呢係賦予院舍權力呢，可以因為住客爭錢而扣押佢哋嘅個人證件呢，追訴還追訴，呢啲係民事糾紛，應該循法律途徑，例如入稟小額錢債審裁處去追討，而唔係用啲咁嘅手段去連住死者家屬條頸啊！咁如果大家不幸遇到同樣嘅情況，
可以點做呢？記住三路並行，一齊去馬。第一，即刻向入境事務處報告，話有人非法管有死者身份證。第二，向社會福利署投訴，要求佢哋調查呢間院舍有冇違反牌照規定。第三，直接去警署報案。講到底，開門做生意，尤其係做安老服務呢啲良心行業，賺錢之餘，係咪都應該有翻啲基本嘅道德同埋倫理底線呢？將一個對你哋信任有加嘅老人家嘅身後事當成一盤冷冰冰嘅交易，仲要用扣留身份證呢種近乎勒索嘅手法，請問你哋嘅專業同埋人性去咗邊度？希望郭爸爸嘅家人最後可以為佢討回公道啦，亦都希望有關部門可以正視呢啲業界歪風啦。唔好再俾同類事件發生。如果你鍾意我哋今集嘅內容，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 WPO 世界花生觀察。我哋下集再見，拜拜。